光頭佬，光頭佬，光頭佬同我出來！光頭佬，光頭佬，光頭佬同我出來！大鵬哥，好似叫你喎，唔一定係叫我嘅啫。光頭佬，光頭佬，我咁靚仔，唔係叫我係咪啊？光頭佬，叫，你揾邊個光頭佬啊？就係揾你咯！揾我唔使咁大聲叫啊嘛，一個你呢邊坐。咩事啊？咩樹？喺呢度買包茶葉，有苦有澀嘅。仲要收我18個8150克啊！有咩問題啫？夠晒香㗎。冇問題喎，老細，條索分明，細長緊晒，要香味有香味，咪玩嘢啊！我冇話你嘅唔香啊，但我沖出嚟最有苦有澀。咁你點沖嘅？點沖喎？咪咁沖咯，咁咯。如果我冇估錯咧，你應該係唔識沖茶嘅。我點識沖茶啊？我話我呢個咁靚嘅英雄9號名字春茶，你咁都沖到苦澀出嚟嘅，證明你咪唔識沖茶咯。你咁叻，你沖俾我睇下咯。學嘢啦，靚仔。正式，試講。鮮爽順滑，花香、果香、蠔香三香並存，得喎。點解我沖到咁苦澀，你沖到咁好飲嘅？點解啊？因為你唔識沖茶啦。教下我啊，點樣沖嘅啫？點解我沖唔到呢個味道出嚟嘅？睇你咁誠懇，我講一次嘅咋，你自己記住啊！嗱，我哋嘅英雄9號紅茶咧，屬於鮮葉紅茶，第一泡係唔需要洗茶嘅，投茶量5克，水溫控制喺85度左右嘅水溫，茶水倒咗落之後，1、2、3、4、5秒鐘必須出湯，就係咁簡單。學識未啊？學識咯。咁學識咪走咯，出嚟。哦。大飛哥，飲茶。誒，我包茶葉咩？光頭佬，光頭佬，開下門啦喂！我攞返包茶葉啊！光頭佬，光頭佬，光頭佬，大鵬哥都唔叫光頭佬真係。